咁我今日教大家令到自己嘅口食完飯之後會香啲嘅方法，就係食香口膠啦。相信大家都會食過香口膠嘅，但係呢，今日呢，無聊地就教下大家點樣食香口膠啦。首先，我哋揾啲首先，先開個蓋開，然之後攞一粒2粒出嚟，之後3個蓋先轉通風啊，然之後掉落去，都幾香㗎，都幾香嘅。今集到此為止啊！希望大家多支持我係小火龍。